嘛，这个台中市的警方是来判一件假代销真骗钱的案件。有这个诈骗集团锁定着老大人画山画水，用画术甲老大人是好甲玲珑西，叫因着来买灵骨塔，买这个骨符翁啊，讲因会帮忙过来转卖，稳赚卖了。但是钱一个摕到手就找无人咯，受害者有100多人，警方开始追查，抓到包括带头在内总共8个成员，诈骗的金额500多万。第二，刑警来到民家厝门卡口，用卡来弄门，要入去内底抓人，用身体把门弄开。警方入去了后，来点假契约书和相关的文宣品。台中刑事局接到受害者报案，有诈骗集团用卖灵骨塔名义甲4大人骗钱。对外以殡葬业委外人员之经理、副理、主任等职务自称，轮流向被害人告知有塔位可以买卖，但需加购骨灰坛、内胆、神主牌位等周边商品才能高价出售，假代销真诈财方式，陆续向被害人榨取财物。西洋的主嫌组织灵骨塔诈骗集团，专门锁定有买灵骨塔经验的4大，最后4大人买灵骨塔骨头符翁仔来投资，讲会协助因卖掉趁钱，趁机会趁这个小介费，一收到钱人都无去。至少有200位民众受害，实际报案的受害者大约17位，哄骗500多万。疑似受害人达上百人，被害金额超过500万元以上。寻后黄贤等8人由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警方搜证线来到主嫌的厝内抓人，查扣早期用的文书资料、现金，还有3粒枪支等相关的证物，而且抓到姓杨的主嫌等8人到案，嘛以早期罪以上目前人要咧受押当中。